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经过一礼拜，苏伊士运河即马总算通啊！中央海运调伫运河的大只货船，嘛已经伫台湾时间站9点左右驶叮当。目前苏伊士运河已经恢复通行，排队等要过的船有425只，拍算伫今仔日有100多只船会当顺利通过运河。 拖船是喇叭庆祝台湾长荣海运租用的巨型货轮长速轮，伫台湾时间29暗9点04分，总算会当刷叮当。长速轮卡伫咧苏伊士运河要加1礼拜，即马个登到航道的中，发动引力慢慢刷叮当。 4:30 النهارده الحمد لله تم الموضوع على خير بعد 6 أيام من جنوح السفينة بحيي كل العاملين في هيئ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على المجهود اللي بذلوه خلال ال6 أيام دي. 协助处理的专家讲，这边的行动是不离本队。 What we more or less did is we used the water power that was in the canal with the returning tide to push the vessel where we were pulling i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s we hop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did the trick. 拖船伫咧边仔斗3工，互刷叮当的过程较安全。长速轮伫台湾时间30透早饭点左右，到苏伊士运河的大库河水系做检修。当警发声明感谢，讲伫事故的调查报告出来了，会协助尽早处理线内代志。 危机解除了，苏伊士运河阁恢复通行。严过专家讲，到年底之前，也有至少2万4000只货柜船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甚至会出现比长速轮更加大只的船，要特别注意。 So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Suez or other fine choke points, that they have to say, okay, you know, when this class of vessel goes through, it has to have a escort tug, or we have to have more tugs on standby. 根据 BBC 报道，德国的保险公司安联分析，即便运河航路未通，可能互全世界无益，每礼拜损失60到100亿美金。目前有452只船排队要通过运河，其中113台会当伫今仔日通过。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译。 嘛是国际上上新的消息，这是缅甸的军政府镇压民众乌白杀人，前几天佫造成上100人死亡。美国贸易代表处昨昏是宣布讲，要提出制裁，随停止甲缅甸所有贸易甲投资。 Today, USTR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of all U.S. engagement with Burma under the 2013 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effective immediately. The suspension will remain in effect until the return of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美国嘅国会和缅甸普遍性嘅关税优惠，也毋过卖去思考缅甸敢有下国际上认同嘅资格。因为缅甸嘅军政府27伫军人节迄天手段粗残镇压民众，造成100多人死亡，引起国际社会愤慨。美国总统拜登虽表示会对缅甸军方嘅暴行，伊无法度接受，但同时就讲一定会向行动做出回应。 今头等下国内，咱来关心秘鲁的总统惠素人带团来咱台湾访问。早暗伊嘛甲咱外交部长吴钊燮同齐开记者会，伊强调双方的旅游气泡计划是因为双方有真深的关系。另外，针对来访问团内底有美国驻秘鲁的大使，嘛同齐做伙来台湾。即马中国外交部是表示，坚持反对台美有官方的往来，爱美国较有站在的。 秘鲁总统惠素人来台湾访问，29早起先去新光边做健康检查，一同甲医疗一个航空界代表见面，希望会当增加航班。暗时甲外交部长吴钊燮责任参加记者会，惠素人强调，两个国家的友谊上重要的是互信互利。And talking about a travel bubble between Palau and Taiwan, it really has only been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partners. When I say partners, our partners. Lik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You don't beat your wife to make them love you. 惠素人总统此次率团来访，意义非常的重大。除了开启见证我们双方第一个旅游泡泡的实现之外，也凸显了双方的防疫成就跟紧密的友好关系。
这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这边美国驻秘鲁大使尼约翰要来，尼约翰之前不公开支持台北法案，批评中国的恶行。这样是台美断交以来第一遍公开具名来访的美国大使，表示美国已经无再强调透过官方的正式关系甲台湾接触。中国外交部讲，唔当想要突破中国的底线，也反对美台官方任何形式的往来。美国驻帕劳大使也是帕劳代表团成员之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代表旅游泡泡4月7日正式开始。卫戍人强调，秘鲁的人民自1月开始就伫咧做有风险，即马已经有50%的人民做过，感染的风险是400万分之1，会当讲是无风险。今仔日，伊除了会参加代表旅游泡泡启动记者会，一道也会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大部分拢是好天到侪云，咱来看云图。今日敢若伫东半部马祖、甲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到侪云。伫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有29度至34度，中昼伫南投、台南、高雄、屏东、外近山区也是好国，高温有可能会降悬到36度。气象局嘛有发布高温特报。乡亲爱细致，日时暗时温差真大，低温敢若19度至27度。另外，空气品质的部分，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南部，因为今仔日是透西南风，扩散条件变好啊，所以空气品质有改善。即嘛是换北部变做风尾，所以伫北部的空气品质，一透早真侪所在拢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今日咱台湾北部的空气品质无好，主要是咱台湾本地产生的污染，毋是中国来的沙尘暴。若中国北边的沙尘暴风背影响持续咧滚加。北京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上严重的级数。中国中央气象台27发布沙尘暴黄色警报，包括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甲辽宁等地拢有沙尘暴。内蒙、中南、东南部是强沙尘暴。北京2、8规天的空气品质真歹，空污指数来到上悬水平的500，会导致人体细胞引起呼吸道系统疾病。PM10的浓度每立方公尺超过2000微克，对健康威胁更加大。会导致血流内的 PM2.5每立方公尺伫300微克以上，比中国的标准35微克悬出真济，上低能见度1公里左右。是有点雾霾，比较阴，但是在中国我都习惯了。对。它会如何影响你的这个日常生活？可能最多会影响心情吧，长远考虑会影响健康。就希望就是能够治理一下，然后越来越好一点，然后能见度高点嘛。这是短短13天来，中国北部地区吹来第2场沙尘暴，总计今年以来已经遭遇6场大范围的沙尘天气。气象单位指出，最近的沙尘暴拢是来自蒙古国，当地2月的气温异常偏暖，说提前扬起，沙地捅出来，少雨强风就口刷。为气候条件来看，这款土沙蓬蓬型的日子恐惊要延续到几个4月。沙尘为蒙古中国一路飘到朝鲜半岛、南韩首都首尔，日到一透早的天顶，气候雾霾大着，空气品质非常歹，每立方公尺 PM2.5超过151微克。气象厅6年来头一摆发布全国性的沙尘警告，建议有呼吸道甲心血管方面疾病的人，参幼儿踮伫室内唔通出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内政部处长华敬群昨表示，后会期要修法，要甲停车场车道的公共设施袂使算伫公有设施的持有面积，要来降低厝价，打算后一个会期要送去立法院审议。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的国健署推出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民众会使甲健康检查的报告内底数字填入去，就会使看到算出讲10年了后，你得着脑中风、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一寡慢性病风险有偌悬。甲个人的身体状况、致病风险分作红灯、黄灯、青灯、用灯号来警示。来看《联合报》，反送中运动影响香港，加上疫情影响全世界。
台大也有真侪间学校，自年底有提出专案，开放海外留学的台湾学生，会使倒来台湾做访问生，嘛鼓励因倒来台湾读册。结果有9成学生嘛是留袂调，那亲像是倒来台湾避人共款，随着佫走出去啊。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另外，咱国内 AZ 预防社已经做1礼拜啊，结果也做无1万人。有立委即马就烦恼讲，若是毋较赶紧的，预防社就得要到期啊。卫生部长陈时中是表示，会召开专家会议，看敢要扩大第2批，马上来注射。国内新冠AZ疫苗做满1礼拜，全台做人无到1万人，只有9410个医护人员，其中高雄市人上济有1992人。第二是桃园市1414人，台北市有1399人。连江县是还未开始做，做了后不良反应通报新增加3件，总共有31件，大部分毋是严重的不良反应。大部分就都是属于这个发烧、肌肉痛或是这个头痛，或是注射部位红肿、热痛。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是针对专接病院第1线医护人员差不多20万人次，第1期甲第2期之间至少隔8礼拜。有可5月底有其他的 AZ 疫苗来台湾，也在努力协调当中。什么时阵会开放下一个阶段的对象，包含非专接病院的医护人员人数有数定差不多45万人。爱等专家会议讨论了后，上近礼拜3、31公布。那些非专责医院的医护人员，它数量其实蛮庞大的哈。如果是第1阶段没有打完的话，第2阶段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接下去打。那可能是在这个清明节前后之后公布都有可能。第1顺位的第3等级的，大概就很快就要开了。好，那个部长有多快？多快？我大概看看这2天的数字，礼拜3应该会宣布。韩国为顶个月底开始做新冠疫苗，佮宣布以4月开始，民众做疫苗了后，无需要医师证明，就能直接请假。台湾是毋是比较办理？指挥中心表示，如果做疫苗了后，无数次用请病假、事假、全新的特殊假等，加上用请家庭照顾假，另外是毋是另外新增加注射假？劳动部强调尊重指挥中心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7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是1023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巴西超过1257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60万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有去中国要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完整的报告伫要对外公布啊。根据美联社先摕到手的内容，讲病毒应该是对野豹先喂互动物，再搁喂互人。病毒对实验室流出来的可能性真低。这份资料是美联社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自日来华一位无表示身份的外交官遐摕到的。调查小组列出病毒出现的可能途径。讲病毒较有可能是来自蜜蜂，透过动物的中间宿主，搁再传互人类。病毒自实验室传出来可能性真低。真侪研究结果大致上甲有机相符合，不过也是有真侪疑问。除了实验室外露的假设，这份报告也搁建议伫咧其他的领域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We'll read the report and discuss, digest its content and next steps with member states. But as I have said, all hypotheses are on the table and warrant complete and further studies from what I have seen so far. 研究人员列出新冠病毒传播的4种情形，除了上有可能透过动物的中间宿主，也评估自蜜蜂直接传互人类的可能性。讲透过食品冷链传播也是有可能，不过可能性较低。美联社也讲，这份报告一直延后还未公布，引起中国想要改变结论的质疑。中国外交部讲，绝对袂接受美国伫咧疫情问题指控加抹黑。请美方去问问世卫各位专家，
报告的哪一部分内容是中国政府帮助撰写的？难道中国政府为溯源研究提供便利，这也成了幕后操纵吗？美联社讲，目前无法度确定正式的报告出来进前，是毋是还会修改内容。这个卫生组织讲，按算伫咧30向194个世卫成员国家做任务简报，了这份报告就会公布伫咧世卫官网。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到昨为止，上新的数字，即马全世界已经注5亿4千万ton的预防射。因为伫头咧注射，所以后面是打算伫6月份要推出预防射的护照。啊，那伫罗马尼亚，是有一个104岁老阿嬷，2档预防射拢已经注好势啊。伫家属的陪伴之下，104岁阿尔塔格阿嬷2月去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诊所完成注辉瑞第2剂的疫苗。加州首都年会相关注疫苗的人。Ma convinto ne porta me care medic. Ea m-a convins că singura soluție ca să scap de acest microb e vaccinul. 阿尔塔格阿嬷伫西元1916年出世，经历过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2月注第2剂疫苗了后，完全无任何不良反应。罗马尼亚1900万人口已经有差不多280万人注过疫苗。另外，塞尔维亚因为还佫有假传 A 剂疫苗，政府宣布予外国人免费来注。这几天有真济隔壁国家波斯尼亚民众，甚至有为德国来注疫苗的医疗人员。I tried to be vaccinated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and I'm a physician, but I couldn't. I can understand it's a vaccination strategy, but this is good for me now. 不过，伫斯洛伐克总理马托维奇3月初，伫集权联盟唔知影情形下，偷偷买200万剂的俄国製史普尼克疫苗，因為斯洛伐克是歐盟成員，歐盟無授權使用俄國疫苗。經過3禮拜政治風波，馬托維奇2月宣布請辭，國家財政部長互換職務。根據英國牛津大學網站用數據看世界自9月上新統計，全球至少已經150個國家甲地區注5億4100萬劑的疫苗。歐盟內部市場委員布勒東2月表示，歐盟相信今年6月中就會實施歐盟健康認證機制，透過手機QR code 掃描，顯示個人影子才個資，個注過倒一種疫苗，相當是疫苗護照的概念作為旅行移動依據，伊也保證到時陣歐盟會有4.2億劑的疫苗，互想要注疫苗民眾攏疫苗通注，希望大家群體免疫，振興熱天旅遊市場。公司新聞警員慶報道。受疫情影響，真濟國家嘅邊境封鎖有出入嘅限制，唔但機場爾，港口嘛同款。真濟行船人即馬無法度佇港口靠岸。這個船員即馬嘛自我消遣講，即馬咧行船袂輸咧坐家。不論是貨櫃輪、山層輪，也是石油甲天然氣專用的船隻，攏是國際貿易袂當欠的重要角色，也是部分開發程度。大多數國家的經濟並未。海運甲航空貨運上大的無共，就是每艘出航到長期母港，攏至少用幾個月以上的時間。佇底站靠港裝落貨的幾工之外，為船長甲船員，大部分錢的時間除了價邊邊的船艙、複雜的機標板甲寫白員的航海日誌等各種報表之外，大家看到的景色攏是這款的。當然，貨輪的工作甲生活空間比起海軍艦艇闊真濟，也毋過卻無可能像豪華遊輪迄款的啥物攏有，一工過一工，佇有限的空間重複同款的動作，這也是新型冠狀病毒侵襲進程。佇大地疫情的污影之下，靠港是無法度上岸放鬆心情，船員輪調也受限佇各國的檢疫隔離甲出入境規範，佇船頂加點2-3個月已經是平常的代誌。The thought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back home in time, and the thought of being chained to this particular place, and in a way you can also say jailed, is getting onto crew now. They are thinking more about it than the actual job at hand.
根据国际航运协会 ICSA 估计，目前调伫船顶因后转去的各类上船船员大约有10万人左右。虽然会有这类的补给业者定期提供各种的食物用品，互船员伫物质上袂欠，毋过一摆出海等于是坐甲几个月，心理健康的问题是袂当疏忽。虽然船员的薪水待遇也算袂歹，毋过一场疫情，互袂少航海界的人开始对一场生涯有无共的看法。住伫新德里的梅赫拉就讲，伊原本也毋茫学生，有一天也加入海运的行列，实践爸仔囝同齐伫港车船来做代志。毋过即马毋若放弃这个梦想，也阁拍算苦劝囡仔毋通跟伊行共款路。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向请咱做伙来看世界。所以说运河通啊，对全世界来讲也是好消息，代表全世界的货运袂阁太准啊，国际油价嘛对得起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让移风车做的速度变较紧，要让9成的美国人拢有资格通做移风车。4月19开始，美国做移风车的据点嘛增加超过2万个，点社区就通好做。之前巴基斯坦的总理讲伊移风车注刷了后刷去画着，即马巴基斯坦的总统艾维嘛伫推特写讲，伊移风车注刷了后嘛互验出病毒，嘛去画着。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空军2台 F-51战机小龙摔落海，造成飞官一个死亡，一个失踪。国防部表示，目前也在找找失踪的飞官。针对咱国家2年来发生5战战机失事的意外，国防部是表示讲，因为因素占较侪，会做检讨。空军台东这项基地进前2架 F-51小龙坠海，造成2名飞行官一死一失踪，搜救已经第8天。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29日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讲，这阵搜救无新的进度，不过继续来搜查。目前搜救还没有新的进展，但是我们海空跟陆上的搜索持续的在进行中。事故了后，大部分的战机拢停飞进行特检。空军讲有加4个岁 F-5系列战机会使慢慢复飞，会先由资深的飞官来开箱座机。对着近2年来国军发生5战的军机失事的代志，国防部报告指出，人为的因素占65.9%。国防部会强化监督机制，落实飞行纪律这方向来精进。当之前人员看到有一些危险因素，但他不会，他也不敢跟他的长机或跟资深员来讲，错失了一个改正的良机。伫中共军机26出动20架次来侵扰台湾，虽然无飞过海峡的中线，不过是上侪架记录。对此，空军也精进反制做法，对以往的派战机应对，改用飞弹追踪监督，确保未进入咱30里的空隙内。我们的警戒机做区域警戒，然后过来用飞弹追踪监视，确保它不会经过我们30海里面。中共军机离到中岛进前7摆进入咱防空识别区，空军拢用广播来驱离。这是台美签署海巡备忘录了后，搁再1摆派出最批的军机侵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事故是游览车弄山壁，昨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嘛提案要修法，要求交通部爱规定客运的旅客一定爱下安全带，若无者就袂开车。针对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壁这个意外，交通部嘛有叫港警工厂拍出来游览车拢总爱调回做检验，即马已经验7成，目前并无发现什么大问题。今年运安会初步调查，认为游览车的椅仔安装可能有系统的问题。交通部到礼拜已经调回565台，甲苏花公路事故车共厂打造游览车，即阵拢无发现问题。不过立委质疑，椅仔安装根本无标准的流程，应该具体来修正规范。到底是2根螺丝还是4根螺丝？在相关的车安中心所提供的规范，他们还要再进行另外一次的查证，是不是？交通部呢，目前会同车安中心或者是产官学研跟公路总局，还有运安会，大家共同来研议动态的测试，纳在相关的车辆安全检测。交通部表示，大约调度15组的人力来进行这摆专案的检修，因应连续假期要到啊，外界关心是调回作业的影响业者的调派。交通部讲，有加7名连续假期前调回车辆已经完成8成，估计应该是袂影响到业者的作业。不过内部也在1个月来研究，若是调回检修造成业者的损失的补偿机制。
他们有一些营运的需求的部分，其实都列为第一优先。如果说有相关的营运损失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在这一个公运计划里面，就是说研拟相关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方式。另外，1年过年来游览车事故定定发生，不过现行的法规无强制人骑爱甲安全带。交通委员会早起决议提案要求交通部修法并本强制，大客车人客必须甲安全带，并且予大客车的司机乘客若是无甲安全带，就拒绝发车。对此，交通部讲的建议1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来回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房地合一税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昨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初审通过，规定2016年了后，所买房地产若准2档内就卖掉，要扣45%税金；2档至5档内卖掉，要扣35%。若当时要开始实施，即马调也要搁做协商。房屋市场真热门，为着一切短期的炒作，有关房地合一2.0版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财委会初审通过。确实团出进前南部建案赶在新制实施进前推出了红单销售，造成抢买。财政部长苏建英表示，伫团出红单的交易迄天，财政部已经配合内政部去查，这宗案件是依上调查。听说南部台南有某一个建案了，说1200多个人在排队啊，是，都拿红单吗？我觉得他是公然在挑战公权力耶。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请那个代销商把那个交易的资料，还有内政部也会给我们，那我们会进行这个。有没有对代销？即摆初审通过房地合一2.0，对2016年了后出地的房地开始算，扣税对象除了新增加的有售厝也增加特定股权交易，也就是交易也袂上市规，现贵股票也是出租价时，交易额度若是超过总股份，也是总出租价一半。即公司的股权也是出租价50%以上，受国内房地构成就要扣税。而境内个人也有法人适用档税短期交易期间是久长2年内，若是买就扣45%税，超过2年无满5年内底，若是买就要扣35%的税，用档税来打压。也毋过生效的日期部分是保留互调也来协商。实施范围房子是从105年1月1号取得的，这个有溯及既往的问题吗？如果真的溯及既往，基本上就是以前刻过105年1月1号以后交易的短期交易的房子，我们还要回去追税补税。那这个事实上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实施日期，财政部的立场是我们的草案里面就是由行政院定之。政府伫打压炒房屋市场的同时，也兴建社会主体，更加鼓励包租代管。内政部指出，包租代管即阵已经介绍超过15000户，也毋过由即阵敦促税版本拢无够完整，烦恼等会造成出租起价情形，所以讲支持以敦促税结合包租代管的大方向。目前囤房税这个论述大概只碰触在房屋税，而没有处理地价税。那甚至我们觉得。持有税的问题应该是税基的问题远大于税率的问题，所以说处理的标的和处理的角度可能都可以再讨论，但是大方向我绝对支持。另外，为了吸引更加多出头家加入包租代管，内政部建议修正主体法第23条的条文，将每一间厝每个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对1万块提悬到15000块，希望全面包含各县市的平均的租金，经由专法来健全租厝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00个双北论坛昨昏举行，台北市长郭文铁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讨论双北百外的合作议题。外界关心坐稳宽纵线，啥人要来换头？目前即马已经参详好势，双北讲要先互一间厂商来经营，等全线完工了后才去讲。台北市长郭文铁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在由5个本所山整顿的5个夏绿地公园，今年双北论坛自9开始，由新北市做主人，不过2位市长互动无济，连握手拢是边个人提醒了后才斗阵协商，因为双北市之间的议题市政合作议题超过100案，爱好好坐来讲。期待更多的地方，大家都能够并肩作战，用同样的目标跟方向，创造双北的共荣。争议一定会有，不过有争议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解决争议的一个机制。那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小问题，你知道但是经过大家的协调也解决掉。原本1点钟的闭门会议30分钟就结束，议题敢拢是讲好啊，亲像外界关心的双北市宽纵线之争，2位市长表示已经达成共识，会由2市协调出一间来经营，不过要等全线落成了后，再来讨论3人做主。双北道路的相关规划，要等交通部4月评估报告出来，双北专案小组会继续合作，甲地方沟通。
环状线原则上是我们的南环、北环、东环这边已经快完成以后，我们原则上都是由一家来做一个经营。所以刚刚科长跟我们之间有达成一个共识。淡北道路现在是交通部还在处理，我想是等交通部跟新北确定到底要怎么处理。台北市的原则上是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另外，台北市优摆特别升级2.0，新北市继续用1.0会出现整合问题，关提指出相关改变问题有配套处理。侯友宜承诺，新北市会维持原本的服务水准，提升使用上的方便性。另外，双北水培增期，侯友宜希望营有水培的合作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即阵咱台湾欠水是欠甲真厉害。经济部长王美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因做伙去石门水库召开中央甲地方联合对抗可汗会议，嘛有去看石门水库目前正在做清土沙泵坑的工程，年底甲苏完工，就使延长石门水库的使用年限。雨落袂出来，全台可汗继续。经济部长王美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甲桃园市长郑文灿等人，早起伫石门水库召开中央地方联合抗可汗会议，佮视察阿母病防有泵坑有计年底完工，对延长石门水库寿命有帮助。好，我们希望未来至少都要维持像现在的有2万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哈，不要再清淤再增加了。那当然这个防御隧道。完成之后会非常有助于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排沙的这个情形。王美花表示，今年的清淤作业已经伫水头加大力度进行，探目前水较少，也是加大清淤的好时机。汤市长郑文灿讲，未来4到6月的梅雨季、7月风台期，敢是带来真侪雨量，又唔知影，爱趁这段时间，要将水头的沙石所存下游的水库库底、绿污加清淤抽沙同齐做，有关水库的蓄水量。我相信今年可以正式启用防淤隧道。那将来石门水库可以增大这个淤积的处理能量，那也可以延长使用的年限。面对中央电方提前准备抗可汗，学者表示，长期来看，台湾确实可能面临欠水危机。既然现阶段无法度开源，导致会当为滞留做起，越来越干燥，甚至会走向沙漠化。我们就必须要谈节流。我们台湾目前一天可以回收的水有285万吨，事实上是1000万人的用水量。我们只要把这里面的水回收一半，我们基本上也不缺水了。学者认为，要解决欠水问题，关键就是水价。政府袂当搁惊吸这个话题，需要以合理水价、差别汇率、耗水费、季节水价等来运用。另外，也爱提升工业废水需要回收备城，佮要求大企业也爱使用一定比例回收水，多方面做，台湾欠水问题才可能慢慢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中部的水情上硬倒，中华也有中部一寡所在，对4月初6开始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民众就四界去找找天然的水源，发现讲伫彰化市的红毛井，也佮有社头的甘露泉，拢最近在可汗，也毋过嘛同款要水，请真侪人赶紧去灌水。民众靠伫涂骹洗衫，这是彰化八卦山骹的红毛井。听电风讲是荷兰人占据台湾的时阵所开挖的，目前是彰化县的历史建筑，因为井水毋捌枯卡。刷落来，彰化部分地区也要强固停止分区限水，来遮洗衫人一定会更加多。有这个水是足好的代志啊，对无？这无废掉上好啦，保持落这。4月初6若讲有小开始的时啊，阮这红毛井遮洗衫的人一定会加减增加啦。当地里长表示，红毛井以前水质也袂歹，不过后来因为大肠杆菌素超标，已经禁止民众饮用，所以大多数是用来洗衫。伫社头清水岩市的甘露泉是自然本泉，泉水当年无断，伫日治时期也互列作是台湾3大名泉之一，逐工拢有人来提水当去用。不过最近民众发现水量亲像变细啊。所以即摆水源了较细，有较细啊。但是水是拢有走出来对啊。有啦，算出大啊。最近咱这个较欠水，可是咱的用钱是无差，不过来入水的民众较侪，尤其是假日啊，甲咱的早暗因为这个下班时间大家拢会来这入水去哩安尼。八卦山泵坑下面也有天然本泉，
这是2002年开通崩坑了后才突然出现。关联职工所清洗粪扫车顶车辆，也有公园的压花压树，拢是使用这个泉水，当年替公所省不少的水钱。即马特别限水，原本可能无遐尔显白的天然粪泉，即马显得特别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澳洲的研究团队，当咧找出一只珍贵的大鸟水蛇马。顶礼拜经济发布器确认，这只水蛇马飞6000公里，飞到咱台湾，结果全失去信号，发现拍无去啊。落尾是去互咱台南市野鸟学会会员找到，赶紧通报澳洲。顶开10个即要飞起来，也是这时阵，互台南市野鸟协会成员李正峰翕到鸟脚顶面的青竹旗 AAD， 证实伊就是过去几礼拜鸟友拢伫找的骨蛇马。单独一只，其他原本在内的一些半身鸟类，就是大已经飞得差不多了，里面鸟类是没多少，所以它就单独一只站在远远的滩地上，我估计大约在100米左右啦。骨蛇马体型真大，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西边甲澳洲大陆沿岸，属濒临危险的物种。由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团队放生，根据发布器的记录，伊离离就飞来到台湾，可是一直拢无看到伊的踪影。像玉玉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几乎每年都会看得到，它数量不多，但是每年都会有几只来台湾经过，都会有。那只是说这一只刚好是因为它有细发报器。那细发报器最主要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它迁徙的一些路径，还有它的速度。顶礼拜全台湾的鸟友拢伫找，主要是伫台南客家的湿地来出现，由澳洲的团队放心，确认这只飞6000多公里来到台湾的水鸟安全到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气氛真特别的册店，连外国媒体拢互城来做采访。这间册店到底是有啥物款迷人的所在？带乡亲咱嘛做伙来去。伫高雄布利艺术地区的这间书店，内面暗暝锁鸟，这个每一本书顶头有微微的灯光，就敢若是伫咧以书做主题展览空间。每一本倒伫咧架顶的书，就敢若是附伫咧眼前，望读者互伊关爱的眼神。业者讲，因书店的设计就是希望大家甲防卫的心放来，甲家己的灵魂对话。那我们希望大家走到这个书店的里面的时候，就是用你释放你最真诚的灵魂、最真实的那部分。这间实验性的书店，为了要让大家甲世间的分分了了放来，心静来看书，甲大门口设计袂说是个别式的灵堂。真侪人看到拢惊惊，无啥敢入去。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觉得很可怕，因为整个暗暗的，跟我们平常在外面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会觉得很慌张，因为看不到。这位小姐甲恐惧的心压来，结果发现伫咧黑暗中看书，感受特别深。就很像我们晚上的时候要睡前，然后点一盏小灯，然后准备要入睡，然后阅读的那种感觉。这间书店的创意来自八体中的建筑师及空间设计师朱志康。伊讲开这间书店就是想要扭我人甲书的距离。书店特别的幽暗的氛围，也互伊伫咧出版业无景气的时代行出一条路。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咱台湾对去年开始头摆出现人口的负成长，但搁伫台湾尾的屏东已经相连续19冬人口负成长。因为少年人拢无想要生囝，虽保护种类生囝的补助，但阁效果有限。做伙来关心咱台湾少囝化这个议题。进来喽！潘小姐手抱的是伊要满月的查某囝，实在真高水。伊今年26，这是伊头一胎。最主要是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啊，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到哪里。你可能如果你连你自己都照顾不了，就当然没办法生小孩。要生无，敢要生第二胎？伊讲出少年人上烦恼的就是经济，无怪即马台湾囡仔哪生哪少。屏东市这间妇产科病院开业超过20冬，以前来这看，规间满满拢红婴仔，即马红婴仔一年比一年搁较少。较早好的时拢250个到300个一个月，
即马逐个拢无到100，所以机器树若落足济啦。对数字来看，屏东人口伫1997上济有513000多人，不过2002年开始，人口就一直减到2019年年底，剩819000人。对高峰到今，拢总减尾10万人，而且是连续19年负成长。其实，规个屏东33个乡镇有32个拢有生育补助，其中李港会使讲是全国上好。今年已经发出2笔第5梯15万的补助，不过人口嘛是逐年在减。虽然人口数无讲达到一定预期的效果啦，但是阮嘛是想讲吼，咱既然有这个财政，阮嘛是一定把这个社会福利，有这个生育补助这方面。继续加延长，就是先甲做更较好。对啊，它的贴纸是会排队的。李港乡因为有刷少回馈金，对10当前就推出生育补助，即马生第1个到第5个拢有补助，不过也是无效。我想，一个孩子的培育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一次生育津贴就能够解决他的教养的问题，尤其是照顾的成本也非常的高。那你说像读幼儿园，那像他一路栽培他的时候所要经历的花费，囡仔生了少，少年的拢出外打拼，剩老大人伫厝内。6都以外的县市其实拢有同款的规矩，不止屏东南部，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行业。它其实就在北部才有机会，产业的失衡，包括区域的一个不平均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促成这种就是高龄少子化的一个在屏东县加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吴丽说讲，县府这几档设农业大学、青年学院等等，都是想要甲少年人留落来，对老大人的照顾嘛做真济。若无人口继续老化消失，对整个产业冲击会哪来哪大。记者陈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那根据移民署的统计，对2007年到今年正月底，4年的移工所生的囡仔，或者是无台湾户口的囡仔有1000多个，主要是因的妈妈因为各种原因变作非法移工，囡仔无户口、无身份、无健保，敢有法度会使就地就合法，这嘛引起讨论。看过去满满拢是红婴仔，大家目睭大大蕊，有拄则出世的，嘛有已经5、6岁大，会晓照顾别个囡仔的。这个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叫关爱之家的所在，无政府立案，30年来已经协助300多个囡仔回去家己的国家，是济非法外籍移工妈妈的避风港。Until I come to Quan Achistan and they bring me go to hospital to check. And how much money did Quan Ai pay for you for the baby? 4,005. 非法移工的妈妈因为薪水低，无法度负担民间机构的费用，专因去找关爱之家讨救兵替因做工课，这已经是公开秘密。原来移民署对2007年统计到今年1月份，毋是本国籍妈妈找无或者是身份不明的囡仔，就有1008个，已经遣返的有600多个。原来伫咧关爱之家即马收容的非本国籍囡仔有285位，以1年8.5上多。尤其一寡是阮伫咧小家这囡仔，伊无伫咧阮的体制内面，就无可能有居留证，还是健保卡，迄是拢无。即马是20几个小家啦，一个小家会支出至少爱3万块以上。原来即阵台湾合法立案的民间机构有118间，收容安置的非本国籍囡仔有30多个，主要用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来支付，一年开销差不多800多万。我们希望说，移工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是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的，因为妈妈要照顾孩子，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下接受到这个抚养的话呢，也会对他的成长比较有好处。When you have this facility, Indonesian children, you will have more children to be born in Taiwan, and that's not our main point. They should perform in their job
better than thinking of having family or babies. 印尼办事处坦白讲，若因因的立场设立短期囡仔的照护中心，这并不是因的优先事务，也反而会有反鼓励的效果。鼓励囡仔学习教育、信用等等的发展，因要是呼吁移工就要清楚家己来台湾的目的。也若即马因为疫情，囡仔遣返的制度，一对一监护和接应的工课也增加袂少难度。印尼办事处表示，希望咱的指挥中心到3天，拍算4月底进前送14位囡仔回印尼。记者阿敏金、郑派文台北报道。咱台湾头一本以慰安妇做主题的绘本昨昏出版。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绘本，让世世知影咱台湾有一阵坚强的阿嬷甲因的故事。另外，妇援会嘛宣布讲，阿嬷岛伫今年6月底要重新开幕，要持续关心慰安妇的议题。外婆，我的娃娃破掉了，您可以帮我缝好吗？可怜啊，可怜啊！娃娃以后肚子上会有刀疤，就和我一样。用天翁仔的故事开始，向囡仔讲慰安妇的议题。这本落地回馈绘本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所推出，台湾头一本以台湾前日军慰安妇阿嬷做主角的儿童绘本。我希望孩子看过这一本绘本，他可以对一个不公不义的性压迫史去有一个认识跟了解。阿嬷的故事曾经是沉默的伤痕。曾经是大家心中的痛，我们希望把阿嬷的故事从伤痕转换为有力量的存在，能够反省我们国家或者是别的国家在战争当中其实对于女性的强害。妇援会讲，望用这本绘本，让囡仔了解历史上慰安妇的议题，嘛让囡仔思考现代的性别议题。妇援会嘛伫现场宣布，以慰安妇历史做主题的阿嬷岛人权馆，6月底会伫台北市新德路重新开幕。所以我们今年的筹备的状况，目前已经申请室内装修跟博物馆了。所以我们预定是6月25到28开始完工，可以开幕。除了绘本以外，妇援会讲，因嘛有伫咧培养经济教师，来向囡仔教育慰安妇的议题。妇援会补充，即马阿嬷岛的经费也是真欠缺。望各界关心阿嬷岛的人数会使来斗3天。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啊，若陪囡仔读绘本，讲故互囡仔听，囡仔人拢真介意。即马家己的铺子就有一阵家长成立一个讲囡仔故的协会，透过讲故事，要陪幼囡仔来看册。一秒七，3更半暝偷食米。用台语教囡仔歌，家长甲囡仔做伙来算趣味的活动。家己关一寡热心的家长，最近成立故事内有讲共好实践协会，希望家长囡仔有亲子做伙读册合适的空间。推广第一个是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相处的教养的观念。那第二个就是这些绘本它这么的好，那它好在哪里呢？它内容好在哪？它插画好在哪里？我们也是透过说故事的活动，让小朋友去更加认识这些好的东西。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有时阵唔知影要安怎来教囡仔册，甚至囡仔讲安怎过加趣味。透过协会老师讲故事的方式，不管是母语也是故事内底的道理，囡仔嘛较愿意来听。我拿给大家看，谁来了？给他拍拍手。好，阮家的囡仔等于厝了，即马下课行出了，讲妈妈，迄故事老师甲你讲的拢无共款，老师讲的比你讲的较好听。协会表示，家己原所在看有山区甲海区，一寡家长如果需要幼年教育的资源，有当时拢唔知影要去倒位找。协会的成立除了办活动以外，嘛希望会当协助家长也是教育单位来补足幼年教育的欠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科技咧进步，机器人无稀罕，严格机器人做艺术家，创作出来艺术品拍卖，阁真有价值，安尼就牛就厉害啊！有全世界上介水的机器人名号的索菲亚，嘛去做艺术家，有创作出一段12秒的影片，伫艺术拍卖场卖出要花70万美金，大约是2000万新台票。有人工智慧加比例外表的机器人索菲亚，徛伫咧制造业头家身躯边，正专心伫咧听拍卖。因为拍卖的作品是伊甲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普纳塞托合作的 NFT 数位艺术品，一部长12秒的影片。
最后是68,888美金，差不多代表2000万成交。索菲亚听到了也惊一个。I'm so excited about people's response to new technologies like robotics, NFTs, AI-generated art, and blockchain, and I'm so proud to be part of these creative activities. 这部 NFT 艺术品的内容是一把火纳赛托的肖像，演变成这索菲亚所绘社会画作的过程。索菲亚讲，伊的创作灵感来自人类，也希望会当国家人类共同创作。And we've been exploring Sophia's creativity on the side, but we really have been developing her as a platform and as a character more than as a work of fine art. So I'm really happy to revisit that world of pure creativity. NFT 是一种新形态的数位资产，会记录伫咧区块链顶头，独一无二，无法度复制。最近慢慢受到比特币投资人甲艺术家的刺激，计效愈来愈悬。进前一支10秒钟的影片的 NFT 数位作品，就因为用区块链做数位签名，计效就变几落百倍，比较代表2亿。不过分析师讲 ，NFT 市场若炒过头，可能会出现计效碰风的情形，投资人爱特别注意。公司新闻暂回面编译。那英国坐标的高人、坐标的大师班克斯又画出一包向医护人员致敬的作品。顶礼拜在拍卖有卖出新台票6亿5千多万。即卖伊讲伊要把这条钱全部捐出去。那目前班克斯伫德国也当地展出伊的特点，甲乡亲咱做伙来去。陪伴政府监听的监察电话亭，也个口舌脱口乱俗的下放国会。看到这款图，大概意会到是英国坐标大师班克斯的作品。The whole idea that we have it is just create a whole experience to you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job of Banksy. 班克斯是全世界上神秘的坐标艺术家，真实的身份到即马讲法真多。伊用特别的口舌美学，呈现复杂的政治甲社会议题，譬如讲反战。有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创作者，最近伫德国慕尼黑办班克斯特展，展出100万件班克斯的复制品。One of them is this one. You know, because for me it was like a very cool moment that he making Corona in the underground of the UK, and I think just a few persons can see this. Because the moment that they notice that someone's just make a graffiti and over there they change the wagon, so we try to make a reproduction of that moment, of that experience. 展览品包括装置艺术、版画、雕塑这款无同时期、无同方式呈现的作品，包括伫2018年伫咧苏富比拍卖会拍出140万美金的龟球查某囡仔，确定拍卖出去讲对了，伫咧现场竟然甲原作品加钱，表达反拍卖的想法。We can see all the changes and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we made it, and I think Banksy is the best way to make a reflection about this and thinking about it. 策展者认为，班克斯的艺术呈现的一切，拢是希望互人更加挖掘人性，希望透过这场专展，互民众对班克斯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这边展览自3月中一直到5月初。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大家新希腊的首都雅典，伫2次世界大战了后，人口大大增加。住房的需求量大，所以公园啊、绿地啊，这空间就哪来哪少，嘛带来空气污染也个暖化问题。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政府除了限制交通量，减少汽车排放废气，即马伊嘛咧推出一项计划，要甲都市的机林地三角啊起公园种树啊。伫希腊的首都雅典，有一寡钢筋暗门头放伫了远，花草无咧使用。像这100平方公尺的蓝山地，若用心整理种一寡花草，搁采几块让互人坐来休困的椅仔，这种碎粒子的公园就当互都市人停来休困。It's about creating green spaces, lowering the temperatures, giving quality of life. 二次大战了，庄卡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要找更较好的生活。首都雅典的人口快速增加。为了要应付住房的需求，无经过适合的城市计划，啰啰嗦嗦就起一大堆公寓，人口增加，车也变多，带来空气污染加空气暖化问题。车排出废气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对城市内面的历史古迹造成正大的伤害。伫户外的大理石雕像，甚至就会山到室内保护，
因为2004年奥运所起的新的高速公路、地铁线抑个机场线，互交通小可较小套。最近市政府也将几条主要干道的车道改做自行车道，甲人行的所在车袂使行。而且伫咧城内设置真侪档降温、改善空气品质的喷水池，所有方案拢经过反复的实验。像市中心的帕尼皮斯提米奥街，甲车道封起了，交通煞规个拍干，市民一直嫌，所以政府就做调整，各开放一条车道。Τα πάρκα και τα συντριβάνια ασφαλώς θα βοηθήσουν αυτά που γίνονται και που προγραμματίζονται. Και κάθε πνεύμονας πρασίνου στο κέντρο θα βοηθήσει πάρα πολύ. 种树仔草改善环境的这款细粒子公园所带来好处，伫咧纽约、伦敦等大城市拢会当看到。美化一用，对抗二氧化碳排放量，抑个方便居民会当就近使用，免阁开车去大公园。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31度；中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3度；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乡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